生命中的贵人，高家辉老师，迄种人生当中的酸甘苦甜，毋是三言两语会当讲了。伫春风过身了，我才体会人生中，咱要爱要做的有啥物。是安怎我会讲到春风呢？是因为伊是我自细汉熟识到大汉的好朋友，因为有伊，互我的生活搁愈轻巧。伊对我来讲，毋若是朋友尔，搁愈像厝内人，会当解决我心中焦虑的不安。伊陪伴我10几年，我的打拼伊拢看在眼内。伊知影我是脚踏实地的人，会用暗步来赢名声的人。因为前年春风得着癌，25岁伊互医生判死刑，讲伊的性命活袂过迄冬。伊的离开对我打击足大，自伊判病迄冬，我就甲主祈祷，讲敢会当有神迹。这拢是我的私心甲心内话，希望伊做啥物代志，互我差一点仔行袂出来。毋过我对家己讲，我爱坚强，我阁有足长的路爱行，我袂当互春风失望。春风迄种精神，我会替伊继续活落去，甲我想要完成的梦想做好，才袂辜负伊的用心。再会啦，春风，你永远是我生命中的贵人。产伫台湾里10字第6